带去读唐诗。送吉木禅落地还乡，作者王维。诗篇宋代文者英灵尽来归，虽令东山客不得过彩礼。既是金文婉，蜀魂我独飞。江淮多汉室，景落红春衣。地久长安都，动心以我为。行当富贵坐，未记佛经辉。万事待行客，孤城当落灰。我庙石不量，不为地阴虚。感慨诗是心灵的写照，尽管是送别的题材，写法甲意境呢都天渊之别。这首呢是伫大同盛世，也就是开元10一年，吉木禅考试的时阵，名落孙山。王维情诗送别，甲就勉励。开头6句是王维迄个时阵意气风发，伊再来赞扬大同盛世。有识之士拢在道心科举，即摆的落榜呢，纯粹是一卦，绝对唔通伤心失志，更加爱奋发图强。以满腹的经纶，下摆搁再来考试呢，肯定是金榜题名。第7甲第10句是劝瑞将士倒转去大汉室、红春衣，拢是按时令上提醒对方，含有关切之情。地久消散，动心相勉，足见亲情好意，佮落温温的期盼。后2句不再提醒，即摆科举不中呢，是主考官袂晓来欣赏，绝对唔通因此来怪恨当今的朝廷，也唔通怨天尤人。朝中爱笑亲像你款才华的人是比比皆是，处处拢是你的敌人。一首激励送别诗，抒情固切，严厉敢像寒冬的阳光，温暖人心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